我们就是前面的那个居家的那个宣导，它还有那门后面房子后面的那个很会随便积东西、堆放东西，常常都遭到解决。我们没看见的一些盆栽，在就户内里面，他们可能会用个底盘啊，或者是说他们水就是超过那个时候，就是像万年青那种，下雨过后容易疏忽掉他们的屋后的巷子都会堆积一些东西，喂食的那个狗碗那些啊，他们有时候放在外面，他们如果没有去固定给它刷洗的话，那些东西也是会滋生孑绝。环保处公投了50几啊，但是拢逐工缀伫我身边的，然后10个，最重要就是环境嘛，吼，像即摆来就是恐行登高路啊。就一面行，一面看，就人有迄个食迄个饮料的，啥物货嘿，就较顺顺。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怡婷。天气越来越炎热，又到了病媒蚊好发的季节，你有确实做好巡倒清刷的动作了吗？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很早就开始对登革热进行超前部署，结合各区的卫生所、里长及里内的志工进行日常的巡查，包括积水容器、盆栽等滋生源的检查，以及对家户的宣导，希望在今年夏天将登革热的疫情降到最低。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卫生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今仔日呢要甲大家报告呢，天狗眼呢到即马的情形是安怎吼？在咱台南市呢，到目前呢，境外移入是5个，去年这个时阵呢是22个。大家讲，今年哪会有较少吼？大家嘛袂记哦，东南亚的疫情呢无较降低哦，而且呢，佫有悬起来的现象吼。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COVID-19武汉肺炎的关系呢，这个交通呢没有再来往，就是安尼无法度呢，把迄个境外的这个登革热病例带到台南的市区，所以呢，这是一个保护的迄个，所以也是阻绝境外啦所以呢，这段期间呢，包括落雨啦，还是说咱厝前厝后的缸内底若有水呢，爱甲收好清气。第一呢，避免你用风发以外呢，咱的环境会变好。厝内同款，一寡迄个花干啦，还是迄个盆啦若有积水的所在呢，爱甲顺一下安尼至少呢，差不多3、5天爱甲看一下。若无网，就袂传染天狗热。祝大家身体健康。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7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蔡小薇伫个议会市政总质询提出市政5减薪诉求，包括提悬生育补助、增加非营利幼儿园、加强增设助进器以及强化市民运动环境等等，希望市府会当尽上大能力来落实。市长提倡全民运动。不过，议员蔡小薇也以台南运动人口的比例哪来哪加，甚至有媒体民调，台南是全台上无爱运动的城市。对此，议员提出增设国民运动中心，建议市府伫个东区监理站立体停车场的规划中来增设。对此，市长回应，这是一个好的方向。透过前瞻计划争取到的这个监理站的立体停车场。我们刚刚在思考，如果要去找一个空间，可能找不到。未来可不可能在东区这个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们来增设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就在立体停车场旁边的多功能空间里面。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我请王局长、交通局回答您。好的，局长，教育局长、交通局长请共结合啊。未来这个立体停车场的部分，我记得有。这个多功能的空间，未来有没有可能？是有，那目前就是有预留，目前确定有一层会做这个东区的图书馆，会移到这边。那还有这个1至2层的空间可以来做
多目标用途的使用。好，那也在市府里面跟市长开过会，那也征询各个局处有没有使用的用途。那后续我们会来跟这个教育局相关单位看，如果争取到预算，那可以来设置的话，请他们来这个考虑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多目标的使用。伫生得安心、动力开心的五大诉求中，其中大的安心，住在火警警报器的家长方面，虽然市府108年度有编列100万的经费，不过109年度却无编。对此要求消防局要来提升家长率。市民对于住警器的一个重要性啦，安装的重要性，如何来宣导，让住警器可以这个加速安装，让每一户，尤其是透天住宅，他们可以来做一个安装。我想来跟局长讨论，局长，我要看108年度，我们有编列100万的预算，为什么在109年度预算就不见了？跟议员报告，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义完工，还有社会各界在市长的这个呼吁之下呢，我们捐了很多了现在我们手上还有27000多颗了，这个所以我们不必要再编列预算了就用社会的资源来支持这一项政策。另外，包括生育补助的提升、增加准公共化托育补助等，议员嘛希望市府会用加强努力，早日达成5000级市长的市政目标。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伫后疫情阶段，中央甲地方拢伫拼经济，提出各种振兴方案。不过，议员张世贤却批评，当初旅游景点被列为警示，即马才去行销，加上振兴更造成民众的困扰。议员讲家己袂去领，询问市长，则是表示搁伫思考当中。议员张世贤伫市政总质询时，首先提出疫情的疫和病疫的疫两字的台语发音甲解说有啥物无同？不过现场有真侪官员也是回答袂出来。接线嘛批评中央的乱发布国家旅游的警报，造成白河关仔岭的游客流失。事后才搁来宣传观光，批评卫福部并无做好家己的工课。伊著做伊的部长伊家的责任伊著即个防疫的问题卫福部的工作做好啦，观光的代志毋是伊的代志啦。观光的代志市长你甲有关系啦。旅游局当然相当的有责任啦。毋是叫咧顺时钟来就会改变到做迄个观光客就济啦。咱勇敢的台湾人啊，那当咧讲到做这疫情当咧紧张的时好，大家偌谨慎的，口罩往条条，咱话要惊死。即马是疫情，就较放松一下伤济人佚佗啊啦，敢着搁顺时钟来，唔免嘛另外，议员嘛为后个月将要发送的振兴券，民众开1000，加领2000，到底是2倍券，或者是3倍券？质疑中央的算术有问题。议员表示，这种的扰民政策，伊个人袂去领。同时嘛询问市长的意见，市长回应，敢会去领，搁咧思考当中。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配合市长北上开会，争取地方建设，议员创全的市政总质询只用了一半的时间，提出几点诉求，包括教育、交通、甲文化等系列等等，甲市府做探讨，希望将台南市打造成幸福宜居的国际城市。台南市因为文化来升格，伫文化甲教育当中，除了拥有真好的软实力，其他伫交通、水利、甲环保的建设等，议员创全嘛真欢喜看到空气品质监测站的布点，经过3任局长的努力，现在总共有900个点，议员希望会用持续来增加。刚才我为着要争取这个PM2.5的检测点，把它 APP 化，让所有的市民身边的空气品质都有一个参考数值。我争取历经3届以上的局长那我们总算有争取到，目前有设置了900点的这个监测点那最高兴的是那个
你请的这个局长吼请对啊吼，连续3个局长拢无都做到的，这个当做到啊。对，那个 APP 哦真的很重要，就让我们国民能够透过 APP 的话，我们去了解台南市目前的空气品质。哦，但是你只要标准好这个小型的点是一个参考值，其实就可以了。除了环保甲绿能供电的发展，另外议员嘛争取港市合一，甲打造城市音乐厅的梦想。对此，市长回应，城市音乐厅是伊的政见，一定会来落实。至于港市合一，目前会先朝向脱离高雄附属港的目标来迈进。咱台南市有安平港，咱台南市有人文。这些古都我们的这个包括台积电我们这边的科学园区很多的工程师的这个人才，还有教育音乐的人才，全台湾学音乐的人口最多就在台南。所以说我们台南的先天的条件、文化各方面都非常的具足但是有一些硬体我们还是要持续的争取。城市音乐厅，这是我选举的一个政见。我们希望说朝向那个方向来跟中央来争取，如果空间够用的话，那另外一个这个港市合一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大问题，在高雄也还没有做到港市合一，但是让安平港能够升格，不再成为高雄港的附属港，这在我们的心理上以及在实际的经济效益上都有帮助。所以我们会一步一步走，就是不会先说，就是说不会走就要先飞啊。所以我想，我首要的目的是要先让安平港脱离高雄港的附属港，直接隶属于港务公司这样子的话，对于安平港的发展，不要每次都是人家吃剩了才轮到我们，这样会比较好。另外，伫个人权保障甲香港的事件过后，议员嘛希望争取亚太英文中心会用个设伫台南，吸引国际金融人才甲投资。打造台南成为幸福宜居的国际城市。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在地剧团高度奖中剧团今年迎接创立10周年，同时得到文化部的肯定。现主是进驻台港文化中心，推出一系列的活动。除了戏红的展览甲夏令营以外，佮将剧团的成名作品《飞虎将军》重新编写，准备做公演。中心准备要来以当就我再次相逢顶开大决斗咯！精彩的布袋戏表演，让台下的小朋友拢看了非常的认真。这个表演团体就是台南在地的古都木偶戏剧团。现在剧团得到文化部的肯定，将要来进驻台港文化中心。剧团也安排了一系列的艺文活动，要来亲近地方，希望互民众伫更加熟悉布袋戏相关知识的时阵，会使更加亲近艺术。阮对18年开始营运到今年今年第10年正在努力。但是伫今年上届无共款的所在是啥物呢？今年拄好有这个驻馆计划的加持算开始互这个团队有机会将这个脚伸到中央，开始去争取更多的资源。当然，这是一个阶段的开始，唔是结束。未来的路还佫足长，所以阮今年调工办一个偶长展伫这个台江文化中心以外。伫咱未来今年到这个10月份的部分，它会有很多密集的活动。除了咱即摆看到偶长展以外，过来伫偶长展的每一个假日我们会有排2场的时间
就是要伫咱2楼体验区来办这个亲子体验活动。那除此之外呢，夏天一到，暑假就来。那暑假来的时候，咱就爱开始来规划一寡亲子夏令营。这拢是过去布袋戏较少咧 touch 的部分，但是咱嘛就有这种机会，互咱的小朋友，毋是单看手机啊，因可会当看到咱的传统文化的水。嘛有这个大人的课程，属于大人的课程，就是有编剧工作坊的部分。古都一开始成立的时阵，就是伫台港文化馆来演出。当时上知名的作品，也是安南区当地的知名信仰辉虎将军。会使讲，甲台港地区的缘分是非常的深。记者会中，侪民意代表会拢出席小听。文化局也期待台南市的市民会使拥有参与后续的各种艺文活动的体验。今年能够入选这个文化部的这个媒合驻馆的这个计划呢，这是非常的困难啊。在文化部，今年申请应该有50多团那入选的只有20几团所以差不多50啦因也当这个在全国的，这是全国的，不是台南的全国的这个排名里面可以抢到这个一席的这个地位呢，这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代志。那文化部希望可以借由很多艺文团队的力量，咱这个馆呢不只是有硬体而已，软体也可以很丰厚。很多的台湾文化、戏剧文化，甲咱这布袋戏啊，我们都知道是好像是阿公阿嬷的那一辈，可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咱来当甲传承来，对咱的木偶剧、布袋戏啊，看出着咱过去无同款的台湾文化。其实我相信是感受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也感谢冠伟，因为他的坚持也坚持啦，咱可以当继续甲咱的布袋戏一直不断的改变，一直不断的设计，变成是一个木偶剧，更接近到我们每一个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故事当中，嘛互咱的囡仔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感受到，真的台湾的文化真正无同款，但咱咧册咧读的跟我们实际看到的绝对不一样。进驻台港文化中心系列活动当中，拍头阵的就是这个偶场展，展示了侪剧团所使用过的木偶，欢迎家长带领小朋友来了解布袋戏的故事。同时，剧团也将要重新改编《辉虎将军》这个作品，要来丰富台港地区的艺术力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中嘉网络甚至媒体企业责任承诺每一档投入1000万的经费，来培养媒体产业、法律领域的少年人，而且为去年开始展开微课程的教学，邀请大学的教授到各地高中去上课。目前已经伫嘉义高中、台南一中、台南二中、甲台南女中等4间高中开班授课。由中嘉集团赞助经费协助开设高中的微课程教学，但是这摆总共有嘉义高中、台南一中、台南二中、甲台南女中等4间高中参与，并且邀请大学教授来到高中上课。非常谢谢这个我们学姐立委陈廷辉的一个大力协助，还有我们中嘉集团的一个经费的挹注。还有我们成大教授团队的一个合作跟支持，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一中、女中、二中还有嘉义的4校的微课程可以顺利的开课。那这学期我们一共开了7门的课程在4所学校来上课。嘉义高中这学期先规划数学、历史、化学等3门微课程，互学生依照家己的兴趣来选修。这个学期里面总共开了3门微课程其中有开这个数学建模，那第2门课就是看日记学历史。接下来下周要上的最后一个微课程就是生活中的化学。那么大学端的教授来学校开设这一些微课程，给我们孩子的这个眼界开阔了，让他们能够多多的接触一些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相信这对我们选修的学生绝对有很大的帮助。看日记学历史的话，是成大的陈文松老师把他最新研究的成果带进嘉义里面来。那他在去年出版了一本就是
那个吴兴荣有府城这样子的书，让就是他自己也是从吴兴荣的日记里面去抽译出整个吴兴荣在台南他能够看到的，然后能够玩到的一些东西，让我们跟历史之间产生一种古今的连结。学生透过分组的讨论，家己找资料的方式学习，这嘛让每一位参与的同学拢感觉相当趣味。其实做剪辑的日记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其实很少人认识剪辑是谁。我们做这为了就是要让大家来中央参访的时候，就是可以认识到剪辑的故事。然后因为我觉得剪辑其实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所以我也想要把他的故事传递给大家。像这样子的历史在课本中其实是很难去学习到的。我觉得透过日记可以学习到就是更在地化，更应该是说课本中不会特别写出来比较细节的部分。在这门课里面，我学到最多的就是我发现，其实历史不是只是从课本上可以学到，我们可以从台湾日记资料库里面去了解到那个时期里面人们眼中的时代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或许会比我们直接看课本那些人可能比较主观的想法之外，可以读到的东西。学历史不一定要从课本里面学习，像从台湾史料知识库这种东西，它也可以学到很多课本没有写到的历史。历史课通常都是讲战争或者是大事件，不会讲到人那个时候其实最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次也让我知道，那个时候其实盐分地带文学就已经被出品，然后也很多文人在为那个努力。中嘉集团先进媒体社会责任以系统带深耕地方的优势，清理每一个社区甲高年龄层，开设各种媒体视读课程，来加强民众解读媒体能力。看日记学历史，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的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6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